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甲咱的乡亲来报告着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今仔节目当中，咱要探讨的主题是芦笋吼，这是将军的芦笋。节目一开始，咱先来看一个影片，听看市长要甲咱讲啥物。将军区的红将军绿芦笋正进入产期。4月6号，农会举办行销的记者会，芦笋大赛扬声化用着歌声帮助行销。台南大卖市斗相共体卖，我着市长即是亲自到场来代言，用行动挺农民。咱请市长来做代言人。第二，咱就是咱的去年咱有一个绿芦笋的大使，伊就是咱在地咱明仔寮。较早嘛是推广教育的一个会员，所以伊愿意来甲咱斗相共，所以若你宣传笑片的时阵，一定会甲咱这芦笋嘛，甲咱做一个宣传。那我们绿芦笋，我相信这个部分哦，平常都是非常非常高价，现在也是非常高价。那在这波防疫里面，也希望说大家能够兼顾美味，还有健康、营养，还有这个防疫概念的绿芦笋。大家一起来爱用，我相信，这个部分一定是成为台湾之光，也是台南之光。大家一起来用这个最棒的绿芦笋。我们来强调讲，芦笋是天然的健康食品，不只是好食，佮营养。欢迎市民伫4月6号到12号来将军农会现场买芦笋，同时我们也打到芦笋的分级场，再一次来宣传芦笋的好。尤其现在碰到了这样子需要有健康需求的绿芦笋，不仅是日本料理里面的最高档的这个食材，而且是最好吃的。但是在防疫期间，它还有健康概念，所以基于健康、基于美味，我们都来推动红将军绿芦笋。红将军绿芦笋，赞赞赞！讲到芦笋吼，伊有即个蔬菜之王的即个称号吼，尤其是咱台南吼，咱将军的即个芦笋呢，伊是全国吼种植咱芦笋上界重要的一个所在吼。那么最近因为疫情啊，有一寡农产品拢受到吼这疫情的即个影响吼来影响到因的销售。但是咱台南的即个将军的芦笋吼，伫即届即个疫情当中呢，不但无受到影响，而且伊的销售啊，佫非常的好。那么伫今仔节目当中呢，咱来邀请到咱台南市吼，咱将军区的这个总干事吼，咱吴明成吴总干事来甲咱做伙来开讲吼，讲到台南将军的芦笋。总干事你好，你好，是你好，是。那么讲到这个将军的芦笋啊，哈，拄我要节目进前啊，我有请教到咱总干事，就是讲，咱将军吼，才种植这个芦笋，听讲是全台湾上界济的所在。对。那么咱将军吼，即摆种的芦笋吼是全国上济，尤其是真的种的芦笋吼，甲早期种的芦笋无共。真的伊大部分是迄个用皇氏的吼，咱真有种40公顷啦吼，其中22公顷是皇氏的，18公顷是差不多迄个露天的。即摆拢这时阵当生产。伊规年的产值可能差不多975吨左右吧。迄个伊的产值，它是1亿3000几万。即个因为武汉疫情的关系，各种的农产品拢面对这个销路的问题。咱芦笋伊拢是进口的芦笋，咱就这个时阵，刚来当迄个离咱国产将军这芦笋，拄好。进口也袂当是吧？拄咱将军的芦笋的产量甲伊的介绍拢袂歹，所以咱即届武汉会员，咱甲去年比较，帮助着咱迄个芦笋的即个销售，客族的介绍，甲迄拢价头1成到2成的介绍。所以咱是因祸得福啦。对啊。
讲到芦笋啊，拄啊，咱总干事讲到，伊个有往事，啊，佮有露天的啦。一般啊，像咱无咧种植人吼，咱对这往事甲露天，虽然咱捌听过啊，但是唔知影讲，有这什么差别？伊的差别是啥物话？差别是迄个咱芦笋有像咱人的眼睛，无像迄个有一个菌菇病啦。哦，是哦。嘿，哎呀，落雨，伊的菌吼，本来是迄个一个孢子把它包起来。哎呀，落雨时阵，伊的孢子它自然会分散。它也困了找出来，那就会扩散啊。哎，对啊对啊，所以起了芦笋的，规个拢歹去，黄色啊都会死去。啊，伊个会，比如讲，毋是它一丛，还是个会拖你别丛。哦，也有了拖。哇，安尼无采伊个种植。对对，啊，咱温室的，就是因为咱会当甲止壳，伊落雨迄个走入咱的芦笋内底，啊，所以伊就有法度甲这个病止壳掉。爱个咱种迄个往事会当一年可以采收9个月，哦，3个月休息而已。哦，是哦。哎，露天呢是一年只有收2个期，就是6个月，其他就没有办法种。所以往事的伊的产量会增加。对。所以我几乎啦一年四季拢食会着芦笋。对。所以我有阵伫菜市内底，咱看到迄芦笋，就像安尼啦啊，拢一把一把，但是咱今仔看到这芦笋较大把哦，啊嘛较粗，但是我伫菜市有阵看到做油的，迄是不同的品种吗？哎，毋是，伊个一丛的芦笋出来吼，嘛有大枝，嘛有中的，啊嘛有细枝的啦。那像咱的水果，柑仔就好啊，有的较大了，啊有的较细了。对，啊，但是伊生出来吼，咱离迄个市场啦吼，啊是离超市你买吼。你要注意，有进口甲国产的是不一样的哈。但最主要是你看那个国产的哈，咱拢看这个所在，咱喜欢这种脆新鲜的。哦，是。啊，你若买进口拢比较就较无遐，也清脆啦。哦，是迄个，所以咱总干事甲咱教咱去经迄个芦笋啊。对。啊，那像讲。比如讲进口入来的时阵伊迄个产地到来到咱台湾的话，迄个时间是爱偌久啊？哦，迄个重点迄个出现，这有2款的方式，第一个是坐飞机，啊，第二是坐船，啊，咱这坐飞机较紧，坐飞机较紧，啊，坐船较久。对，所以咱离台湾拢差不多，进口越南、泰国，啊像。Costco 拢是秘鲁，澳洲、美国，有，咱比如讲啦，咱这在地嘛，这就是咱中军的嘛，我看到这足粗的我伫咧超市也是传统的菜市也看到拢做细枝的，拢幼啊安尼啦啊，就是讲，咱即马要食当然是爱食咱在地新鲜嘛对，而且嘛较俗。对啊，伊个加个运费，什么费较尔长迄人工较尔迄个迄个加起来咱买着迄芦笋的价销就会较贵，而且嘛较无新鲜啦所以要食嘛是爱食咱在地啦。啊，咱像讲咱伫台南市，咱市民伫台南市要买着咱将军的芦笋拢买会着。咱你讲的这个一个芦笋伊的差别就是离咱将军咱拢是透早3、4点就去你采啊，所以你若这时阵透3、4点你若去咱将军去看，就是那像萤火虫，因为区园伊拢带那个头灯，你采收了。我看过电视有人安尼，对伊暗时要去采，就爱有暗上暗嘛。对。所以你讲2、3点，因就爱起床去迄个菜林去采回来，日头开的时阵，伊就收好啊。因为伊若拄着太阳的光合作用，伊就变粗去。变无法度用。所以伫迄个日头要落山进前，伊就要出来进前。要出来，若有日头，因就爱赶紧采收了啊。采收等下就开始像你讲的分级，大颗，然后1号的、2号、3号、4号，若这是1号的，这是上大的。这上大，这拢差不多离迄个。台北迄个南桥化工的点水楼，他们画室的迄个餐厅就是拢用这个大颗。你买着细颗的，迄就是因为咱即摆人较分段，离迄个台北甲迄个拢细颗较伊毋免食，
这豆花爱下皮，爱个下皮着。嘿，细颗伊面，一等伊的沙沙的，还是都当食。哦，就是安尼吼。我伫菜市啊看着拢油油啊，差不多像镜头啊安尼吼。对。我今仔看的这粗着，我第一个看到这芦笋这粗着吼，所以，但是你若像这安尼啦吼，这粗，伊的口感敢会，才会较粗，敢袂？袂啦吼。咱口感这拢做好食，尤其是咱将军遐嘛，因为咱将军那是地形的关系嘛，伊的咱西边靠台湾海峡嘛，咱的北边有那个将军溪嘛，所以咱的土壤拢差不多沙质，差不多拢带有一点那个盐分嘛，所以伊的甜度拢是自然的。所以譬如讲吼，咱将军这个所在，伊的地理环境啦吼，上适合迄个芦笋的种植啦吼，所以咱这个所在种起来，这个芦笋是上品质上介好啊。对。就是讲吼，哈拄啊，咱总干事你有讲到啊，因为疫情嘛吼，本来做者进口的无法度进入来吼，而且进口咱咧买嘛较贵啦吼，因为进口无法度进入来了后，咱吼将军的这个芦笋颠倒吼，大发利市就是讲哇，迄个市场吼，迄个销售加足好，而且好像价钱嘛较好。哎呀，较好，但是我嘛是有受到冲击啦。哦，是哦。你若像迄个台北的餐厅吼，本来你用吼，去到台北的量吼，大城拢是餐厅你用，因餐厅拢关嘛。好。尼像台中义毛屋，迄个超市，伊嘛是拢关啊。所以阮面对阮是起来，阮想讲迄个远东爱买本来就拢有卖嘛吼，甲一般农会超市嘛，所以你今年的经营比做宅经济。就是网络通，所以今年的网络特别多嘛，网络嘛，第一个是进口少嘛，你伫迄个屏东红山，到迄个冈山这边吼，早期拢摕迄个进口的，但是因为无。所以伊就一定爱来咱将军，摕咱将军的芦笋，等于无芦笋。好，所以变成有的所在咱是失去，但是有的迄个增加出来。对，咱的通路变成有的通路已经无法度去卖啊，但是咱搁增加其他的这通路出来吼。所以咱即届的这个芦笋吼，算讲伫这个疫情当中无啥物损失啦吼，无对农民来讲吼，因无啥物讲吼有受到一些影响啊吼。但是我知影吼，就是讲这芦笋伊的营养价值足悬的吼，像我知影伊的蛋白质足悬吼，像迄有的人食素食吼，都无食肉嘛，吼蛋白质的吸收就较少，吼像这芦笋吼，因为伊的蛋白质较悬的话吼，对素食的人吼，等到伊会当补充伊的迄个蛋白质啦吼。我知影就是讲吼，这芦笋吼，当然毋是靠咱蛋白质尔，我知影哈拄啊，咱吼听总干事咧讲就知影讲吼。总干事对这芦笋吼，你的了解非常的这个深啦吼，是毋是嘛？甲咱吼，甲乡亲来介绍一下吼，就是讲咱芦笋伊的迄个营养的价值。咱芦笋的营养，咱至少它是低脂的低脂啦吼，给无油啦，无油纤维质较高，纤维质较侪啦，来伊的维他命啦较侪啦，叶酸，叶酸这最重要呢。那个都蛮不错，对咱身体的帮助。因为叶酸像迄个囡仔伫爸妈的腹肚内底啊，孕妇啊，伊就爱补充迄叶酸啊，因为迄胎儿吼，伊对着迄个叶酸呐吸收到有够的话，后摆囡仔较巧。对，尤其是到夏天，伊是迄个清凉解渴。对。咱50年前，你知影拢有足侪什么金芦笋吃啥的是安尼啦。我对迄个芦笋的印象上深的，就是迄个芦笋汁。迄前足细汉的时阵，咱就有迄个芦笋汁吼。到今嘛还阁有啦吼。虽然今嘛吼，迄个外口饮料遮侪种吼，可是它也没有被淘汰掉呢吼。伊嘛是还阁伫咧市场内底嘛，嘛是还阁有伊一席之地。对啊。所以吼，咱讲到这个芦笋啊，当然吼，伊是真的是饱啦吼，因为伊的营养价值也好啦吼，而且呢，佮对着咱伫台南的将军，咱台南人吼，要食迄个芦笋佮紧，而且他拄啊，咱总干事讲着啊，伊一年四季嘛，甲迄3个月尔吼，所以咱几乎一年四季拢会当食着即个芦笋啦吼，伊的营养价值遮尔悬吼，所以吼，咱爱多不得有咱市民吼。家己唔知影讲咱台南的即个将军吼，就种芦笋吼，所以咱芦笋当然。他拄我讲的伊的营养价值，佮有啊，就是讲芦笋吼，通常啦吼，咱拢知影，就是讲用美乃滋，用美乃滋最简单的，伊
讲实来讲啊，伊的营养价值也悬，而且煮的方式嘛简单啦吼。所以吼，咱有当咱厝内底要食吼，家己安尼凊彩洒洒的当食。啊，芦笋除了讲像我咧讲的安尼啦吼，这是上本段的方法啦吼。啊，佫有其他安那食料理的方法。哦，伊的芦笋的料理足侪款啦。哦，讲迄阵啊吼，啊主持人都有介绍迄个本啊，第一种像炒饭。炒饭，的芦笋炒饭嘛做好食，芦笋炒猪肉，炒牛肉，炒虾仁，伊嘛是拢做好食吼。啊，个你若有就是讲做汤，加迄个排骨煮汤嘛使，加迄个做咱的沙白鱼丸，做汤，遐啊都是。沙白鱼丸就是咱嘛是咱在地迄个农产品啊，甲结合在一起吼。啊，你若要搁较迄个就是做日式的，你著做手剪啊。我去食日本料理的时候，总爱食这芦笋的手剪，我就袂记得。对，啊是迄个法式的部分嘛，拢会使啦。啊，你若讲打烫起来迄个吼，毋是干那美乃滋，你另外使加荷包酱。对，你买三个瓦萨米，剩沙拉诶，做这种方式啊，它有很多种方式，你都可以去吃啊。所以迄个今仔日介绍吼，咱的乡亲吼，大家知影就是讲，伫咱在地这将军较近啦吼，咱咧食嘛较经济啦吼，啊而且伊的营养的价值也较悬吼，啊而且佫有遮侪种料理的方式啦吼。那么伫咱的这个农会内底吼，咱有家己的品牌嘛吼，叫做红将军绿芦笋吼，啊现在个号到这个呢。好，这青叶的名吼。因为咱将军较早是迄个胡萝卜的故乡嘛，拢红菜头。早期的胡萝卜来演变，大家乡里面有一些咱的学者，大家讲来和这个红将军这个品牌。哦，怎个和这个名？所以咧和这红将军，咱要做这个品牌，咱就去做。咱有直接甲农民做客种嘛，咱农会就直接你就甲，因为这芦笋咱徛伫农会立场，咱就是要平衡这个价销嘛，所以咱就直接甲农民客种，从一公斤决定客数的110嘛，咱要甲客数这个价销，就是无爱互伊别人中间商人甲咱这芦笋讲，上，因为伊这甲气候的关系嘛，像咱遮热。伊就愈来产量就愈少嘛，产量愈少的时阵马紧，你若想用，佮落一个互产量济，伊本来该收100变做50嘛。所以咱就是爱供需吼，互伊平衡啊吼，佮有吼顾着咱农民的这个权益，无有的农民吼，安尼种要害了，有当时啊，可能受着这天气影响啊，是像你讲的吼，迄个人去甲伊收迄个这个芦笋的时阵吼，有当时啊计销，农民佮故意啊。对啦，有当时啊吼，就是需要咱政府吼替伊去把关啊，甲伊照顾啊吼。那么这芦笋啊吼，就是讲，因为吼，我大部分咱若芦笋当然买回来拢随煮啦吼，啊是讲伊咧藏啊，是讲伊咧收藏，啊是讲买回来的时阵吼，可能爱注意啥物货啊？伊若迄个一般你若伫市场先买回来啦吼。因为你也想讲，咱这个红将军的拢是当天的啦吼。你也回来吼，你都食不了，你会使用报纸把它包起来，放在冰箱。因为伊迄个芦笋伊会成长，伊是讲你今仔迄个1米，然后100公分，有可能你就是讲放伫冰箱，它会长会再长。伊会个大。它伊会个大。所以你若无你就是你若想要上农会这个。保鲜袋，的这个保鲜袋的部分，你就毋免够用报纸，你直接来甲放落迄个咱的迄个冷藏的部分。伊会当冰偌久啊？你若冰好几十日嘛无要紧。咱即摆吼，就是讲吼，咱的即个芦笋啊，佮有甲企业咧合作啊。阮是拢甲迄个爱买啦，还是一般的像迄个咱。电商某某台啦，还有其他的企业团扇啊，什么咱单期合成啊团扇，算讲甲因签约啦吼，固定销售。
无伊一个公司去签约，阮就摕这芦笋来搞这个公司。算讲甲迄个公司配合。有一个平台，然后我们拿到那个平台，伊就直接去用。因为即个啊，这个受了疫情的关系吼，当然啦，我知影咱市长啊，吼，伊对着这个一寡农产品啊，伊拢大力吼，因为咱台南的农民太济了啦吼，伊嘛做照顾咱农民的这个生活啦吼。市长好像对着咱芦笋，伊嘛有特别去甲伊推销一下吼。有啊，伊迄个芦笋吼，伊是咱将军芦笋的代言人。伊发现咱农民的辛苦，吼，因为伊这无机械无法度做，拢是爱靠人工，吼，人工拢做迄个，你头你若3个月啦吼，头个月，你还个有法度用旧的刮，到差不多个半月过吼，拢还刮一两了，拢用白的。是安怎讲？较酸啊！伊几乎袂当歇困，你透风落雨，啥嘿，你就是拢爱去刮，你若无刮，所以农民做辛苦。做辛苦，所以咱芦笋毋是干那你卖伊迄个，咱个卖伊的价值，哦，它的价值，它的辛苦在里面，所以咱特别拜托黄市长，来甲咱做一个咱将军的芦笋的代言人。像农民伊若是种植落去啦吼，甲会当收成爱偌久的时间？爱6个月。哦，嘛足久的呢。嘿，爱6个月，所以咱个算虽然是伊的价钱袂歹，但是咱个算的吼，1个月的利润吼，嘛比咱食头路的较歹啦。凡是辛苦一面。对啦，农民本来就辛苦，所以需要咱市政府来甲因斗相共，甲因斗杀啦吼，因为农民吼总是因。拢故意啦吼，有当时比如我新的科技，也是讲新的这个方法，也是讲咱即马吼，你看用网络，有那些农民较会晓用网络吼，当然就是爱靠咱市政府去甲伊斗相共去来协助啦吼。像讲咱即马吼，这个迄个芦笋，佮有加入新的科技哦。有啊，因为咱即马咱将军遐咯吼，少年啊，转来真济，咱已经是一个产业，所以。青农拢转来，青农转来，用新的方法，爱用法新的，所以咱是有淡埔改良场，加迄个台湾大学结合，与咱的网市内底，用 APP， 也有监测用 APP， 落去看讲当时爱迄个浇水，当时爱下肥，当时的糖密度管，电脑科技落去，你拢唔免烦恼。讲土壤下开肥料啦、水，你都没烦恼，你都透过那个机械哈，伊就可以传到你的手机 APP 你看，爱下肥啊，甲咱下肥。所以我看咱总干事吼嘛，对时代的潮流吼，咧迄个成长的吼，像你咧讲 APP 嘛，讲干咧做顺的。我看你就是吼，因为吼。咱迄个年代吼，有人根本就连电脑吼，懵过啊吼。总干事吼咧与时俱进哦。我听你咧讲 APP 吼，我讲我做顺咧，讲做钦佩你的，因为你嘛是对人吼咧成长。对啊，咱咧对青农啊，因为老一辈的农民甲少年辈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少年人有少年人因的新的方法啦。当然，咱一寡吼传统的这个农民嘛，爱有传统的。古早的方式吼，因为这是因的这个保障嘛吼，这是因的智慧嘛吼，迄嘛爱传承落去啦吼。传承了后，还佫有新的方法入来，安尼吼，较会当吼，互咱的这个芦笋以后的这个产量，也是讲以后的这个发展啦吼，销售更愈来愈好啦。这就是靠传统甲科技甲结合在一起啦吼。最近青农，人因少年因拢用网络，然后因就直接就卖啊。芦笋的直接就卖。即马就是爱用这种方式啊，慢慢就是行这个趋势啊吼。所以有这青农回来吼，咱嘛算讲吼，对这青农来讲，嘛是爱甲因鼓励的。当然啦。以前吼，有阵仔少年人无爱种田啦，因为足忝嘛。对着这个青农，恁要安怎甲伊鼓励？离咱将军咱拢已经有一个生产基地啊，就是这个芦笋的生产基地，所以包括伊等下伊爱土地、爱贷款、爱地势、爱知识，还是爱通路，都没有问题啊。拢咱迄个农会都已经做啊，这5项拢做，所以等下伊马上就会当开始做。你嘛有迄个
台北人来恁巷口嘛咧种芦笋啊。调工伫台北来巷口。台北人咱拢毋是庄卡人。嘿，拢毋是庄卡人。伊嘛算勇敢的吼。嘿，爱着接待，真做了袂歹。吼，就是咱农会嘛，甲斗相共足济啦。吼，伊毋免吼，伫即个当中吼摸索足久的啦。因为伊摸索足久的，伊爱浪费足济钱的。对啊。所以伊安尼马上可以进入状况吼，安尼伊就较紧趁着钱。对啊。咱芦笋吼，刚才像讲除了芦笋本身吼，佫有足济迄个副产品呢。有啊，这拢伫咱将军迄个那农民吼，家己研发、家己做的。啊，有五宝。五宝早期拢是日本叫咱种。啊，叫咱种，结果伊就无迄落啊，伊无甲咱收啊，所以咱农民头壳走好，伊就发展这个桥，便桥加工。啊，所以才伊就先做切片，互人做茶食。啊，像做茶食，迄个就爱时间久，所以就发展茶包，就是上班的时间咧，可能就家己食。啊，休闲品的脆片，啊，香松的像麻酥，食素的，会放伫饭顶，还是做迄个日本的。迄个苏西苏西啊，就是讲吼，咱每一个人啊吼，像有囡仔偏食啦，囡仔有当时啊，像我细汉吼，囡仔像咧都无啥爱食芦笋，咱来用一个方式吼，互囡仔去食，你像讲吼，有这芦笋来当做香松。囡仔做爱食鱼酥啊，咱来用这个香松的方式吼，咱囡仔就当去甲这个芦笋吼，这个营养价值咱会听。如果咱迄个区长有讲嘛吼，你也看伊蛋白质高啦吼，有叶酸啊、维生素，这哪侪丰富的这个营养素。那么如果咱若卖偏食吼，当然安尼食是最好。如果你若是讲，有个人会偏食吼，还是要改变一个食食的方法吼，遮侪种吼，咱就会当透过这种方式。来吸收这营养。对啊。那么咱今仔日吼，感谢咱将军总干事啦吼，来甲咱介绍这个芦笋哦。最后咱总干事敢有啥物话要甲咱乡亲朋友讲？希望咱迄个观众朋友吼，因为农民吼，伊的物件吼，伊拢家己做，家己生产，足辛苦的，麻烦咱遮观众朋友、消费者，尽量来食咱将军出产的，包括新鲜的，新鲜红将军的，包括咱迄个加工品大难不敌的品牌，尽量来甲咱使用，互咱农民趁钱，互农会趁钱，制造一个。双赢的一个。人以前拢嘛讲一句话，讲要趁嘛，互家己的朋友趁。咱因为咱台湾人上有迄种小情啦，你若是讲要照顾，拢要照顾家己身躯边的人，甲伊熟悉人啊，讲白咱台南人啊，咱台湾的即个农民咱就爱家己照顾啦。若是讲伊伫迄个比如讲伫网络想要买的时阵，伊要安怎等网络顶关？伊的方式有两个方式啦，第一是伫农会网站内底家己家己选啦，伊咧内底伊就拍出来项目多少价格。第二你若要团购啊，是要迄个你感觉迄个，无你开通电话来农会，阮有一个陈小姐，伊就去甲你介绍。里面包括五宝的营养分啊，是迄个都会详细的告诉我。嘛是迄个电话嘛是阮农会一个消费者的专线，然后你若食了物件有啥物问题，你就敲来农会这个专线，农会就帮你做这个服务。农会专线是0679421127。79421127啦，咱讲天然的上好啦吼，咱这芦笋是上天然的啦，所以咱今日感谢吼，咱总干事来甲咱介绍这上天然，个对咱身体上介有帮助的这个芦笋吼，谢谢我们总干事嘛，感谢咱乡亲朋友的收看，谢谢。对，谢谢。